来跟各位市民朋友来宣布，我要正式的投入新北市新庄区的市议员选举哦。宣布要参选市议员，捌做过新北市政府副发言人的戴尚仪要参选议员，同款离开市政府的新北市副发言人李家凯是要参选土城树林三营区。市长席前秘书吴粉浩要伫家乡三年埔泸州拍拼，因敢有算是后家军？脱掉副发言人外套的那一刻起，我们其实就已经跟新北市府没有关系了。叫我们要勇敢挑战未来，人生才没有白来。我们3位现在就是一个新北市民的身份，那我们也会秉持这个态度，以及长辈们所教授我们的经验，那我们会跟着新北市一起来打拼。强调未来讲的公平公正，做好协调的角色。同一个时间，民众党的生力军，嘛伫台北市政府准备要迎战。有台北市上水发言人外汇学者要参选树林北投区，杨宝珍为松山县议出发，陈世贤要参选新北市新庄区的议员。有麦当劳女孩之称的李依晨要参选基隆市的仁爱区，江敏聪是要参选台南市的永康区，5个提名参选人拢有外号，有人无啥满意。侯汉廷本身我跟他不认识啊，所以我不便跟他有什么样太多的这个交集。江品忠就是江品忠啦，从基层出身才会更了解基层。两党拢有派出新人参选，引起话题。不过后一步，就要先通过党内初选一关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